好啦，咁啊海南島咧而家咧人工就好低嘅，大部分嘅人咧係香港嘅1/10人工，只有唔多嘅人咧係有3000蚊，即係香港嘅有冇係1/6、1/7。好啦，最低嘅啲都係1800蚊人工啫，但係咧佢哋嘅菜就好離譜，一斤菠菜要32蚊，仲係人民幣。仲有啊，大陸一斤得500克嘅咋，香港一斤有600克㗎。好啦，咁你諗下啦，計一計數幾錢啊？咪貴到仆街！如果計翻港幣化翻做香港斤，咪要成40蚊啊！咁啊，所以咧，而家海南島佢話連牛馬都冇得做啊，乜嘢都貴晒嚇。好啦，嗰啲貴價嘢，嗰啲奢侈品咪平咯，係咪啊？嗰啲叫做咩啊？SUV 啊，60萬嘅進口車，而家得翻35萬啫，好平啊！問題就係你海南島啲人冇可能有錢買呢啲啦嘛，一般嘅基層啲人邊個買架車啊？